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为1950年代到1970年代，台语电影的时间虽然无真长，伫短短20几年内，台湾有拍出要上千部的台语电影。迄时嘛已经咧进行国语运动，那安尼台语电影是安怎会出现？因佫是安怎发展的？今日我来讲台语电影。进前有聽友留話講伊一直咧等我講台語電影，其實無論是台語電影也是台語歌，真濟人攏有去研究，嘛研究甲足詳細啊，有誒冊甲資料真濟。我即擺會去看到台語電影，是因為想要了解三八新流戇囝婿即個電影。我今日來甲大家分享其他我有看到誒歷史發展。台灣什麼時陣開始有電影通看？其實佇日本時代就已經有戲院，因嘛會放電影。毋過迄當陣放的電影，為一開始無聲，一直到後來有聲的時陣，台灣的民眾咧看電影，攏得愛靠一個辨書咧說明。無聲的時，需要這個辨書來配音來講故事。有聲的時陣放的電影講的，攏毋是台灣話。攏總是講外國語言，也是需要一個辨書來解說說明。一直到戰後，辨書也是足重要的。當然，真濟辨書其實嘛聽無外國語言，故事攏是因家己編的。嚴格講起來，迄當陣的觀眾毋是家己咧看電影。佇迄個年代，佇台灣嘛有拍片，毋過足少。戰後，台灣的電影事業攏總是政府咧管理，公家咧經營製作電影的工廠攏總有4間：台灣電影、中國電影、中央電影甲中華教育電影。有的屬佇國民黨，有的是國防部的，也嘛有新聞處的。這個電影公司主要攏咧拍政治宣傳片。佮加上迄當陣聽有華語的人足少，所以因拍出來的電影足少人要看。到1956年，戰後已經10年，推行國語運動嘛足濟年啊。台灣嘛進入白色恐怖的年代時陣，何基明這個導演甲迄當陣上出名的歌戲團麥寮姜樂社，因合作拍台灣的第一出《施炳貴》甲王寶釧。這出台語電影造成轟動，賺足濟錢，所以足濟人開始嘛想要拍台語電影。有菲律賓的華僑想要投資，有佇廈門的劇團嘛拍一塊六齋子西廂記，而且政府嘛下令就愛拍台語配音的黃帝家孫，用台語的電影來推廣中華文化。共佇迄當就有20幾部台語電影出現，後來也閣有一當60幾部，甚至一當幾百部的台語電影咧拍。是安怎迄當陣台語電影會出來？一個當然是足濟人想要看。台灣人佇日本時代都有看電影的習慣，毋過戰後才公家經營的電影公司因拍的華語片攏無人愛看，聽有華語的人真少。電影內底的內容佮甲台灣的生活攏無啥物關係，一寡反共大陸的片，也是政治宣導的片，所以真濟民眾是想要看到台語的電影。毋過政府是安怎會引准互大家去拍台語片？迄當陣台灣有法度拍電影的人真少，設備嘛無，所以除了政府這4間。因閣有開放為香港進口的電影，內底有講華語的，嘛有講廣東話，也嘛有講廈門話的古裝電影。結果廈門話的電影雖然聽起來甲台語無啥相共，毋過大家攏聽有，所以賣了上好。進口的電影就攏宣傳講是正港的台語片，
这互伫台湾原本敢若在拍华语片的这导演，甲伫日本时代就捌学过戏剧，想要拍电影的这人，嘛开始拍台湾的电影。苏志兴佮讲，也有一个原因，互迄当阵台语电影雄变诚侪，就是因为拍电影的成本落低落来，民间会当用真低的成本去拍出一块电影。因为因用真少钱就会当去摕到底片，伫迄个年代，电影的底片是足贵的，佮加上进口的税金，差不多底片是占一块电影1/3的成本。1956年，政府开始鼓励海外电影公司来台湾拍电影，为着要互因愿意来，就互因需要用到的进口底片甲拍电影遐的器具拢毋免纳税，因敢若先甲押金放伫海关，等即个电影拍好了，佮甲电影运出去，安尼因就会当甲押金佮摕转来啊。等于是因拢总毋要交进口底片的税金，迄当阵税金是差不多30%到50%。台湾想要拍电影的业者，因安怎利用这条规定？因就先去找一间香港公司挂名合作，也是委托因来申请。啊，佮有较侪人是直接去香港设公司，用香港电影公司的名，才佮来台湾申请要拍电影。安尼因就会当摕到优待。后来甚至嘛有发现讲，真侪申请要拍的电影，到尾啊，拢总无拍出来。真有可能因用这个名义去申请进口底片了，就摕去乌市卖，根本毋是要来拍电影的。毋过因为安尼，电影的底片变较俗，佮真侪人看到施平贵甲王宝钏是趁遮尔侪钱。所以民间甲政府拢真侪人想要去拍台语片。原来咧替国民政府拍宣传电影的白客，伊家己是厦门人，所以语言会通，伊嘛出来甲民间合作拍台语片，拍施平贵甲王宝钏的好基民，因兜是台中的大地主，因爸母送伊去日本读册，伊无想要做医生。无要去读医学院，有一摆去看到人咧拍电影，真有兴趣，就转去读电影。伊回来台湾的时阵，也阁是日本时代，伊就入去政府机关上班，负责去学校放电影互学生啊看。伫战后，台中县政府伊成立一个电影股，伊转入去内底负责拍纪录片。到1949年。一个电影股整并入去教育局的时阵，伊才来离开。伊辞职了，成立一个民间艺能协会，后来就成立一间电影公司制片的工厂。伫1957年的时阵，佮净资200万，伫迄当阵算是一间规模真大的民间电影公司。共伫迄当第三届大坝煤矿。伊的第二代林团秋，伊嘛伫英国用差不多1000万来开乌山制片场。迄时，这个制片场有10架地大，毋若比公营的这个制片场搁较大，嘛比真济伫国外搁较大间。林团秋伊嘛是去日本读册，伊留学的时阵就开始写剧本。后来佮因为安尼，互人推荐入去日本东宝电影公司食头路。结果伊1943年本来要对日本人去满洲拍片，经过台湾的时阵，煞互人留落来负责丰民奉共会的戏剧做指导。伊无介意替政府做代志，无偌久就离开，佮加入民间的剧团。后来规个政治环境改变。因嘛知影剧团足歹生存诶，就无阁继续啊。伊转去接因兜诶大事业，变成真好业诶头家。一直到有人开始拍台语片，身躯边诶人就鼓励伊讲，伊嘛爱出来做这件代志，因为伊有受过训练，伊嘛知影电影公司是安怎诶运作。
所以伊就伫英国成立一间真大间的乌山制片场，因内底佫真有制度，会安排课程去培养遮个演员，伊有拍几部电影，后来嘛拍策乱，即个尾啊佫改叫做《红狮的秘密》，迄当阵拍好无啥人要看，毋过即个电影后来是受到足侪人学了。林传秋算是迄个年代真有代表性的一个知识分子导演。除了即两间较大间的民间制片场，也嘛有真侪真细间的。一个较特殊的，就是有一个查某导演，伊是拢总无人甲教，家己学的。陈文敏，伊本身是山顶埔的人，因兜真好业，所以伊老爸过身的时阵，留互伊足侪土地。伊甲因翁先开一间铁工厂，嘛趁真侪钱，所以就起一间戏院，叫做大明戏院。去大明戏院的时阵，陈文敏是已经生过7个囡仔，伊家己去负责规个戏院的工程。迄当阵伫山顶埔，若因兜咧开戏院，已经真侪间啊。为着竞争，陈文敏是家己先去景电影转来放。后来伫1956年，伊嘛成立一间电影社，出钱去拍电影。结果咧拍《诗人贵情东》的时，伊请迄个导演煞不爱拍，伊无法度，家己怎负责去甲即个电影拍甲煞。结果观众的反应阁真好，这互陈文敏开始家己做导演，开始拍电影。所有电影的工课拢总是家己学的。伊算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查某导演。迄是因为一档内底就拍足侪块台语电影，有的演员嘛有机会变做导演。王婉娇就是毕业了，互人请去演戏，刷落来家己嘛捌写过剧本，伊嘛捌导演过一出台语电影，会啊当过游台湾。后道一个演员，伊嘛捌做过导演，毋过做导演真艰苦，所以真侪人敢若拍过一个电影就结束啦。1958年，负责电影的主管单位变做是新闻处，因开始审查电影，这互台语片要通过这个审查就较困难啊。迄当阵宣传写的正港台语片嘛拢袂使阁讲，政府讲就爱改写做闽南语片。到1967年的时阵，新闻局特别指示讲，所有若写着台语、台湾话的所在，拢总爱改写做闽南语、闽南话。迄时台语电影足侪，所以精神新闻报，就是即卖的中国时报，佫捌举办过台语片的影展甲金马奖。后来无办是因为第一足麻烦的，第二嘛有人怀疑讲因是安那去竞片，是安那互遮的人得奖，遐的人煞无。报纸嘛因为已经有知名度，就对办即款活动无啥物兴趣啊。迄时台语片的事件嘛造成足侪真情的电影明星，像小燕秋、白兰、郭玉霞、A仔、大柯玲玲。有人嘛因为台语电影唱起来了，互人请去香港继续拍电影。台语电影遮尔受到欢迎，嘛互政府是真头疼，因为公家的电影公司因一直咧了钱，因拍的电影拢无人要看。遮个台语电影，互因看到讲，因拍的电影嘛着改变，才会有观众。所以迄当阵就开始提倡拍健康写实的华语电影。这毋是真正的写实电影，要表现出社会的黑暗也是现实，是要表现出政府伫庄骹的一寡建设成果。健康写实的健康的意思，是爱下政府的文化政策。写实的意思是得爱像台语片相共，拍一寡本土的题材。所以政府投资去翕一寡台湾庄骹做背景的电影，像儿女、柯女，也是养鸭人家。这个电影就开始卖了真好，
甚至伫国外的观众嘛拢真喜意。王木修、董宝云、瓜准雄甲张美瑶，拢是迄当阵培养出来的电影名称。政府烦恼台语电影的事件，所以就透过电影的审查，开始管制遮底片进口，互台湾电影公司较歹摕到遮的底片，种种的方式来控制。也嘛有人讲，因为台语片的竞争拍了伤济，只是品质无好，佮加上华语电影伊的观众渐渐咧增加，这种种的原因，互台语的电影慢慢就无去啊。后来袂少遮原本咧拍台语片的导演，像新奇，也是真济原本台语片的演员，因拢换去电视台拍片演戏。老实讲，台语片的年代，离我家己嘛足远诶。我是前几冬才第一摆看到黑白台语片，是林团秋的《错乱》。我对这块电影印象真深，因为互我看到伫另外一个年代的人，迄当阵的社会背景，甲迄当阵写出来的故事，对我来讲拢真趣味。当然，大家看电影的感想是无啥共款。林团秋这出电影伫即摆的台语影展嘛有放，即几工大家也阁会使去看。我今日就先讲到这。你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甲我讲，嘛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五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ECP的连结。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